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6月22号。今日这个经文是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撒母耳上卷第19章第1到第7节。使徒行传27章39节到44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挂签。保罗被介送要前往罗马的路途的中间，拄到大风影。伊坐这只船，亲像伊对上帝的圣神天上天使所领受的预言同款。伫咧拄到大风影了后，这个载保罗的船就挂签啊。虽然咱看见经文的记载，因经历14天的风影海上的这个生活，有风影，有困难，也看见因将船顶所有的货物来单掉，伫船顶的这个器械嘛拢单掉。嘛，看见因差不多用要无物件通去食莫讲安尼拄着风影来淹死嘛有可能枵死吼。后来因挂签嘛，伫即个沙坡海边，船破去但是人员无有得到伤害，因为伫即个大风影的船顶的时阵，保罗安尼甲因讲赞美我所属、所敬拜的上帝，差伊的天使对我讲：保罗，毋免惊，你必须要徛伫皇帝面前，而且对上帝的慈爱，伊已经定着保守所有甲你共存的人的性命，所以逐个人会通放心。我相信上帝必定来实现伊对我所讲的话。不过，咱会漂流到一个岛屿去。这是保罗伊对上帝的使者所领受上帝应允的话。挂签对行船的人来讲，迄个咱讲船长啦，还是讲即个船的主人来讲啦吼，是一个真大的损伤损害会当讲即个船挂签，就是失去了趁食的工具，咱讲饭碗都拢无去对今仔日的经文的角度来看，挂签其实嘛是算一个好的消息，但是有代价啦吼，有代价。当然，咱看见着上帝应允要保守互每一个伫船顶甲保罗做伙的人拢袂得到损伤。但是有几项代志伫遮会通来反省的，就是讲，即阵伫船顶的人会当认捌上帝啦吼。嘛差不多会当知影，就是讲除了保罗以外，差不多船顶的人拢毋捌上帝，还是讲拢是外邦人。伫即个路程的中间，透过风影，也透过保罗所领受的预言，上帝的应允，也透过上帝的保守，实际的保守啦吼。遮的人，外邦的人，因有即个机会认识这位保罗的上帝。这个上帝是赢过风影的主，也亲像约拿书的记载，伫约拿书第1章16节，经文安尼讲，遐人大大敬畏耶和华，耶和华献祭，并且来下愿啦吼。或者是咱会当搁再一次来讲，就是讲透过苦难，互咱真真正正来认捌上帝。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就是感谢上帝啦吼。亲像约拿书所记载这的尊严同款，
因大大来敬畏耶和华，并且因来伫遐献祭，还是咱讲献上感谢。伫使徒行传27章35节到37节即个内面，也有讲着安尼，讲着这话了后，保罗摕这个面包伫大家面头前，上帝献上感谢，然后掰饼来食。逐个人拢感觉真欢喜，放心就食。咱同船的人拢总有276人。保罗摕饼感谢掰开来分互这个人，这个外邦人也讲感觉真放心就食。互咱决定心内看到即个掰饼、圣餐、分享、牺牲、救恩，这个信仰的意义。第三个角度，咱看见这会互咱学习的是倚靠上帝啦吼。对伫即阵毋捌上帝外邦的尊员，还是讲罗马的军兵来讲，因通常所倚靠的，若毋是家己的常识。照经文甲咱讲，伫13节的是讲，迄个时阵有一阵柔和的南风吹来，因就掠做讲会通照着原来计划来即个行进吼，就将即个耙鼎摕起来，来赶紧对伫即个岛的边仔来行。用因的常识认为讲即个南方无代志啊。对这以外呢，嘛真有可能因爱凭着去倚靠家己所拜的神明偶像。咱看约拿书第1章第5节讲，这下水行船的人，因就惊吓，逐个人哀求家己的性命。透过安尼苦难，人会通学习来倚靠上帝，迄个掌管丰盈的主。再来，咱会看见顺服上帝的功课。基本上，顺服上帝是上困难的功课。非基督徒若要透过苦难中来认捌上帝了后，因就会非常的热诚，并且真专心来倚靠。但是通常基督徒要顺服较困难，也就亲像法利赛人同款，也亲像约拿同款，也亲像扫罗王同款。互上帝所高抹的君王扫罗王，是一个无顺服的例啦吼。伊不但来超越着伊的会通做的代志，就是讲伊安尼代替撒母耳来献祭吼，安尼是上帝无欢喜的。而且伊阁要杀掉上帝所派来带领以色列人军队的大兵。虽然约拿单的请求的下面，扫罗答应，并且伫上帝的面头前来咒诅，但是伊却是满满的心机啦吼。这互咱想到雅各书引用耶稣基督的教示，讲毋通指天，也毋通指地的咒诅。你是着讲是，毋是着讲毋是，若是假讲，就是出伫迄个歹。扫罗王基本上就是出伫迄个歹，伊无顺服上帝，伊掠做家己是义人，伊阁满嘴的白贼，毋但安尼，阁用上帝来做伊的印证吼。这咱定定听着啦吼。安尼的人伫性命中间，伊的计划拢是会挂欠。若是安尼会挂欠的性命中间，咱学袂晓来谦卑顺服的时阵，这个挂欠对伊来讲，不但是袂是一个祝福，更较是变成做永远的伤害。挂欠的人生亲像啥？
亲像咱目前所面对的中共武汉肺炎，互咱搁一摆停止所有的代志，倒转来伫上帝面头前，会通对安尼，来发现人其实是足微细啦，过来嘛，亲像人需要 PCR 检查，人嘛需要快筛的检查，咱是即种伫疫情的中间，咱必须要停落来，要去做检查，自我检验。则亲像疫苗共款，伫后疫情的时代，咱所需要最大宗的物资啦，重新开放、重新出来生活中间，如果咱无有学习再次教会甲信仰的时阵，咱所拄着的挂欠，真有可能就可惜无采啊！抑阁有遐个什么代志会通讲是人生的挂欠呢？真正需要咱好好来思考、来反省。有啥物物件是咱需要借着这段时间来调整、重新思考、来学习谦卑顺服，来学习专心来挖靠的呢？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6月2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撒母耳记上卷19章第1到第7节，使徒行传第27章39节到4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搁浅。保罗被押解前往罗马的途中遇到了大风浪，正如他从上帝的灵、上帝的使者所领受的预言一样。在遇到大风浪之后，这个载着保罗的船就搁浅了。虽然他们在海上经历了14天的海上风浪海上的困难他们也为了要保全性命，丢掉了所有的货物船上的器具也遇到差不多是没有东西可以吃的一个窘状，没有淹死可能也要饿死的现象。后来在沙岸上面搁浅呢，船破了，可是人员并没有损伤。因为呢，保罗告诉他们，昨夜我所属所敬拜的上帝差他的天使对我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须站在皇帝面前，而且由于上帝的慈爱，他已经定义保守所有跟你同船的人之生命。所以各位可以放心，我相信上帝必定实现他对我所说的话。不过我们会给飘到一个岛上去。搁浅呢，对这个航船的人来说，或是说船长，或是说船东，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我们从我们的概念来看，他们等于是失去了维生的工具，吃饭的饭碗，等于说没有赚钱的工具了但就今天的经文角度来看，搁浅其实也算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必须要付上代价的那我们必须来看，就是在遇见风浪这个当中，那搁浅了，到底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学习认识上帝。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背景，
大概这艘船上面除了保罗以外，船上的人，无论是这个旅客啊，或是船东船长啊，或是罗马的军兵呢，大部分应该是所谓的外邦人，不认识上帝的。上帝透过风浪，透过保罗所领受的预言，透过上帝信实的保守，他们认识了这一位保罗所说的上帝是胜过风浪的主。也正如同约拿旧约的记载，约拿书1章16节的记载这样说到，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这些人是谁？就是那些船东跟船员还有旅客，他们原本都不认识上帝。或许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说，透过苦难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真神。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要在这里学习感谢上帝，如同约拿所记载的那一些船员一样，他们大大的敬畏并且献祭，那就是献上感谢了啊。另外在使徒行传27章35到37节的经文这样说道，说了这话，保罗拿一些面包在大家面前向上帝献上感谢，然后拨饼来吃，大家都觉得放心，也就吃了。我们的同船共有276人。我们再注意听一下这一段的经文，他说保罗在大家的面前向上帝献上感谢，然后拨饼来吃。这不就是圣餐吗？拨饼的精神在不同的 context 里面有不同的表现啊。第三个是依靠上帝。对于不认识上帝的人而言，他们所依靠的通常要不是自己的尝试，比如说这个使徒行传27章第13节，他当时候有一阵柔和的南风吹来，大家以为可以照原有的计划航行，就起锚开船，紧靠着克里特岛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用尝试自己的知识来判断。那么此外，可能就是自己所敬拜的神明跟偶像是他们的依靠了哈。那我们从约拿书1章第5节也可以看到，随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明。透过这样的苦难，可以让人们学习倚靠上帝啊，掌管风浪的主啊，这是我们可以在这边得到的启示。再来呢，就是顺服上帝。基本上顺服上帝是最困难的功课了哈。非基督徒要透过苦难认识上帝的话，就会蛮容易有热忱，并且专心依靠，因为它是从无当中变成有。但是如果是在基督徒当中，或是我们说的这个法利赛人呢，或是约拿他们一样哈，就是说这些基督徒呢都会跟扫罗跟约拿一样呢抗命，不听上帝的话啊，就故意反方向来逃走。我们来看今天另外一个旧约的经文，被上帝膏立的君王扫罗，他就是一个不顺服的典型例子啊。他不但没有去等上帝的仆人，他在那边越俎代庖。所以不止这样子，我们看他生命不正确之后，他还要来杀掉上帝派来带领以色列军队战胜非利士人的大卫王啊。虽然在约拿单的请求之下，扫罗答应了，并且指着天上的上帝来起誓，但是却蛮有心机啊。
这让我们想起了雅各书引用了耶稣基督的教导说，不要指着天，不要指着地，你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扫罗王就是出于那恶者，不顺服上帝啊，自以为义啊，又满口谎言拿上帝来当垫背啊，因为他用上帝的名字发誓嘛那这样的人，其实在生命当中，在他的计划当中，都是会搁浅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扩大去思考搁浅的意义了若是在这样的搁浅生命当中，我们学不会谦卑，不愿意顺服的话，那么这个搁浅的损失不但是不会得到祝福，而且会变成永久的伤害。我们有几个问题要来思考：搁浅的人生就如同什么？搁浅的人生就如同中共武汉肺炎。它让我们停止了一切的活动，再次回到上帝面前之中，发现的人是渺小的就是说，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我们就会发现人是渺小的了如同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必须要用 PCR 或是那个快筛来检查，让我们知道是否被感染了。也如同疫苗在后疫情时代，变成一个最需要的大众物资了。在重新开放、重新出发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没有学会重新来思考教会是什么、信仰是什么的时候，那么我们所遇到的这一些搁浅的经验就是太可惜了。再来反观还有哪些我们没有提到的事情，可以使这个我们的人生搁浅呢？我们必须要来思考反省的。到底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程，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必须要被调整的？还有什么事情是要学习更谦卑的服事，更学习全心的倚靠上帝呢？